大家好，我係 C。咁今日想喺呢條影片入邊同大家用廣東話探討一下網絡安全嘅知識。今日嘅主角係 TLS， 一個網頁加密嘅 protocol。希望大家中意嘅影片，有問題可以喺下面一齊交流，或者係 subscribe 或者訂閱我嘅 channel。多謝。點解我哋要學習 TSL 咧？因為我哋喺冇加密嘅情況下，譬如我哋用 HTTP 嚟做 request 嘅時候，你上網嘅時候，其實所有嘅 packet 即係我哋嘅封包喺網頁上面或者喺網絡世界上面都係明文傳送。任何經過嘅人都可以用 packet sniffing 嘅方法，即係封包嘅監察去監聽你所有嘅傳輸內容，譬如你嘅 WiFi router，譬如你中間 ISP， 亦都因為咁咧，佢哋可以篡改你嘅封包內容。呢個情況其實就好似現實世界咁，你將明信片掉入一個郵筒入邊，其實全世界嘅郵差都可以見到個內容。所以喺呢個情況，我哋就會需要一個安全嘅信封，而呢一個信封就係 TSL。TLS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係一種安全嘅協程 protocol， 佢可以將原本 HTTP 封包放入一個相對安全嘅環境入邊。譬如你用 HTTP plus TSL 進行安全對話嘅時候，你會透過 TCP 協程同一個 IP 地址進行溝通，然後再喺 Ethernet 上面送出去。TSL 喺呢個環境入邊，佢可以做三件事情。第一樣嘢加密資料，呢一樣嘢就會令到人哋冇咁容易 sniffing 到你嘅 packet。第二樣嘢驗證你嘅身份，即係做我哋所講嘅 authentication。第三樣嘢就係確保所有 packet 嘅完整性，成個過程入邊冇咁容易俾人 sniff 到同埋偷改到。TSL 主要有兩種加密嘅方法，佢哋通常都會搭配使用。第一個非對稱加密，即係我哋講嘅 private key 同 public key， 佢通常攞嚟建立一個安全嘅途徑、安全嘅通道，俾我哋去進行資料嘅交換。雖然慢，但係非常快。第二個對稱嘅加密，即係我哋講嘅共享密約，即係我哋講嘅 share key。佢嘅速度非常快，通常真正嘅資料交換都喺呢度發生。咁喺我哋握手嘅階段，通常我哋都會使用公約加密嚟安全咁樣交換我哋嘅對稱密約，然後我哋就可以喺對稱加密嘅通道上面進行真正嘅資料交換。關於 public key 同 private key， 最簡單嘅定義就係 private key 私約，佢係伺服器自己保管，絕對唔會外流；而公約 public key 就係俾任何人都可以用到嚟加密資料。呢個比喻咧就係可以想像為伺服器入邊其實自己有一把私鑰，就好似你打開夾萬嘅時候，淨係可以使用呢一把鑰匙。而公鑰咧就係一個可以打開任意郵筒嘅投信鑰匙。咁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公鑰去到投信進入呢個郵筒入邊，但係只有伺服器自己可以透過私鑰去將呢一個郵筒打開。咁個問題就嚟啦，你點知呢條公約係真定假咧？呢個時候我哋就要需要了解 certificate， 去避免一啲網站冒充銀行進行詐騙嘅時候，我哋有方法同埋有知識去理解。certificate 入邊嘅內容咧，主要包含四個：第一個網頁嘅公約，第二個網頁嘅網絡名稱，譬如 google.com， 第三個有效嘅日期，第四個由邊個頒發，即係我哋所講嘅 CA 啊。CA 其實 stand for 憑證嘅發行機構，例如好似我哋現實世界咁嘅政府，佢係發放一個認可嘅身份證。有咗以上嘅知識之後，我哋可以翻返去 TLS 握手，即係我哋嘅 handshake 呢個過程。其實我哋用最簡單嘅步驟嚟睇，我哋就可以睇呢張圖入邊所有發生緊嘅事。首先第一步，我哋由 client 開始出發。首先 client 發出一個 request 對 server 講，我想用 TLS 嚟進行加密。而呢一個時候 server 就會回傳一條公約，再加個 certificate 俾 client。咁 client 呢個時候咧就會驗證呢一個 certificate 嘅真偽，最後再用公約加密傳送一個對稱嘅鑰匙翻去。咁呢個時候就真正地雙方開始用對稱加密嘅方法嚟傳送加密資料。咁喺呢一個對稱密約嘅時候咧，其實係臨時產生，並唔會真係傳送或者儲存喺一個位置入邊，除非你刻意咁做。然後後面嘅資料，譬如話登入密碼咧，或者係一啲敏感嘅 authentication 資料咧，全部都會去行喺一個加密嘅通道入邊，以防佢資料任何去流失或者係任何遺失。對 TLS 有一個基礎嘅理解之後，我哋就可以了解一下 TLS 嘅版本演進。我哋需要知道 TLS 1.0、1.1 已經係被 deprecate 咗，廣泛被棄用，而 TLS 1.2同1.3係主流被使用嘅加密方式。咁佢哋通常都會係非常穩定啦，非常廣泛，而握手速度係相對較快嘅。TLS 1.3比 TLS 1.2嚟講，TLS 將呢一個握手嘅過程縮短咗，令到加密嘅方式更加安全，亦都冇咁容易被光級攻擊。理解完呢啲所有抽象知識之後，我哋翻返嚟具體嘅例子 HTTPS 網頁嘅瀏覽其實係發生緊啲咩事嘅？當你打開一個 HTTPS 網站，譬如 https google.com， 其實第一步就係你嘅 DNS 揾緊 IP 啦。然後當IP 揾到之後，其實係 TCP 會進行3次嘅握手。
然後進行握手完之後 TSL 會進行握手。咁喺呢個 TLS 嘅握手入邊，佢哋會進行3樣嘢。第一樣嘢交換公約，第二樣嘢驗證 authentication， 即係驗證你嘅憑證。第三樣嘢對稱加密，建立一個對稱嘅密約。咁進行咗呢三個步驟之後，再用 TSL 嚟加密 HTTP 嘅資料。咁呢個時候 HTTP 就已經升級為 HTTPS， 最後再回傳翻嚟 browser 顯示成個網頁。咁其實你見到呢個資料咧，佢唔係一個簡單嘅 HTTP 嘅，呢個時候已經，佢係一個經過安全信封之後回傳翻嚟嘅網頁。最後一個部分，我哋嚟到 TLS 嘅重要關鍵字整理。喺呢個圖表入邊，我哋可以見到所有核心嘅概念同埋佢嘅具體比喻。我哋以 public key 同 private key 嘅公約私約嚟嘅意思嚟進行比喻啦。佢哋就係其實投影緊我哋日常生活中嘅鑰匙同埋呢一個郵筒嘅。佢嘅意思就係加密嘅意思，而其他所有關鍵字都係一樣，佢哋有相對嘅意思同埋比喻。希望大家會鍾意。再見。